我们就是刚才讲这个定理呢，就是略缩和光缩。下面是这个光缩啊，光缩呢就是分这个深定理和还有异定理、域定理啊，就是分三个，就是这个词体稍微有点那个，平时我们深刻一吧，就是然后在这里是深意域。首先，第一个是深定理呢，普现心愿为深理，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复现陈查生，不是查成生，一边呢查成佛啊，就查。所以我刚才讲我读的不好呢，我提前已经给你们打预防针了。这样的啊，这个下面是用这个圣定理。圣定理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普现心愿的为圣理，让先前一切如来，在我们念普现心愿品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观修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身体来这个定理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平时修这个50万加行的时候也是就前面就是观想这个诸佛菩萨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还有这个无量的众生一起向这个皈依经呢就是进行就是定力，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一边观想一边呢就是做这个身体定力就是做身体定力。那么这里呢也是同样的，就是这个依靠什么呢？就是普贤菩萨的这种这个大愿望，就是大心愿就普贤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大心愿，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无比的这种威神和加持力。就威神和加持力。当然，这个龙母菩萨和释经论师都解释的时候呢，都说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心愿力就普贤菩萨的这个心愿力呢，让我们这个凡夫的一些人的话呢，在我们面前呢，就是可以呈现就是无量无边，就是恒河沙数的这个如来，就像阿弥陀佛的这个发愿力呢。就是即使凡夫人，就是他要去做以观想的话呢，就是阿弥陀佛呢，就是可以在这个他的面前就是呈现，然后呢就是接受他的供养等等，就是能这个实现他的愿望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向他定力的时候呢，这是因为这个普贤菩萨也好，或者说呢他有2种解释方法，或者呢就是普贤都是一切三藐，一切三藐和一切三藐的这种心愿的这个力量呢。就是这个为胜利呢，实际上是三法这个得以胜利，恶法呢就是得以失败就是以三法的这种无比的这个威力和功德力呢，就是依靠我们的这样的这个三法的发愿力呢，就是能这个显现就是无量无边的一切的这个如来就是一切的如来呢显现在我们面前。当这个如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呢有变成就是先前呢就是无数的这个刹土就刹土当中的这个身体就是无数尘刹，像微尘那么多的这个刹土当中的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在这个佛陀面前呢，在佛刹当中的佛陀面前呢，又变成不可思议的这个身体来向他进行这个定力所以在这里呢，主要就是想到了这个定力吧，就是用这个身体，主要是做这个身体定力。当然前面呢就是也有一些观想，但是这个观想的话呢，我们要想到就是说这个以普贤菩萨的，我们可能前面的这个龙母菩萨他们所讲到的那样的可能比较方便一点吧。普贤菩萨当那个他们的这个为神原理呢，让我这个先前释放所有的一切这个如来，在这些如来面前呢，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变成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数的这个，像这个无比的刹土当中的这个身体那样了。像这些每一个佛面前呢，就是不断的这个进行定力，也可以还要说，这个每一个佛面前呢，又变成无数的身体呢，就是又释放世界当中的一切如来面前呢，就进行这个定力。所以呢，我们经常就是想到，就是念佛的功德呢，按照这个
佛经里面呢，就是就是增一阿含经里面也是讲过了，就是这个你这个佛陀，就是你这个佛的顶礼佛陀的，就是5种功德。第一个功德呢，就是做这个身体就是端直啊，就是相貌这个庄严的。然后第二个功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非常这个美妙，就是动听啊。然后第三个功德是就是多财，就金银财宝，就是什么都这个圆满的。第四个功德生生世世长在这个一些长者和富贵之家。第五个功德，命中以后呢，一定会是转生到这个一些清净的刹土或者是善趣当中，就是善趣当中。所以我想呢，就是在无量的这个无边的这个如来面前呢，我们这个一一的做以观想，就是定力就这是的确是特别大的一种这个功德。为什么别人说这个普贤行愿品功德很大？普贤行愿品是我们确实是一些无法想象的但是大乘佛教的这种境界当中呢，就是也完全是可以这个呈现的就是我们在一个佛陀面前，就是做一次顶礼的功德呢，按照毗赖耶经里面所讲到的话，从自己的身体一直到下至金刚这个大地之间的所有的微尘数那样，也获得了专轮王的这个果位吧。就各位，那这样的话呢，在无数的这个如来面前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数的这个身体来这个进行顶礼的话，这种功德呢，就是唯有的这个佛陀呢，就是才可以这个让这个测度或者是宣说的，而我们任何就是菩萨的是没办法的，就更何况说就是世间的凡夫人。因此呢，就第二个寄送的内容呢，就是应该大家就是也就这么样这个观想就边念的时候呢，边就是观想，就是就第一个寄送怎么样观想，就是等一会儿想完课以后，就是每天都是讲几个颂子，应该最好是能观想，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念，每天都在念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就不，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讲的那个这个什么就是生供养生顶礼的这个功德。